要来感谢咱所有观众朋友，你的热情甲着支持。Talk 秀台语这个节目哦，马上要来到咱台湾真济城市，甲大家呢面对面来交流，用台语来互动来耍游戏，以创意。节目呢，若是要来找找第二季这连翠花的歌手，更加希望咱所有的朋友大家来爱台语，讲台语，体会到台语的这个趣味、生活的智慧，以及呢一个迷人的水气。透过这个无同的世代，大家来参与，和这份珍贵的这个语言文化，继续来发展，带来上台。Talk 秀台语，专门连翠花，是你。大家好，我是日翔，相信大家一定足期待咱新的一季节目就要开始啊，对不？今仔日呢，我来这个开场，相信大家拢足期待，我来带一个精彩的表演。什么表演呢？今年是抓年对不？看来，准备好来，古早人看我叫抓，看到白叫白抓，咱登山水好，台湾出头抓，台湾我抓，本身是差不多来古仔会爸爸走了，今天要抓来看。好啦，大家我来台抓，大家是不是看十几年，拢无改变，看就生了对不？新朋友我看袂落去啊，所以我为在班咧过来吼，就是为了要阻挡你啊。你这讲安尼什么意思哈？无你搞你来啊！我来，对啊，台抓，对啊，到最后我袂晓，你抬我看，大家拍下我一下吼。多少行咧看，咱个当车出面好，台湾出大抓，台湾我大抓本事情，特别打，有看爸爸打，今日要咱无来冲甲要说了来台话，不爽。你个打比马死的对啊！拢教会啦。安尼真正厉害呢！想袂到我有两条，你嘛有两条诶。对啊，我比袂无。我感觉安尼啊，生变生，变死搞齐天。你讲你是真啊？无啦，我感觉咱要安尼小台，对，咱爱合作一下。即摆这个时代合作1+1大于2。对。好，无咱带来迄就新的才艺，你孔令5年因大家头一届看，对，就有新意的。哎呦，你们再来什么表演？太准！One B-box， 哎呦 ，3、2、1，Let's go！ 来，你帮我前奏，帮我用点。OK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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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！我抓甲白抓，夹，我甲你夹，夹着会就疼。哇！我抓白抓，夹，我甲你夹，夹着会就疼。哇！台湾讲就抓，中山村的好无？大家研究好奇的，咱两人有啥物表演遐尔厉害，遐尔得人缘呢？对，是因为讲咱有一个中国人，教我教10年啊，伊足厉害的，冰心长顺哥，各位大家好，这段恁拢无录起来，拢无录起来。你遐久拢无哦？所有的影机拢关掉，嘿。因为你著看古早恁播过就好啊，嘿，迄个威斯啊电看就好啊。你怎么都无进步哈？你哪无进步啊？我想讲一定袂歹啊呢。总是安尼啦，因为人讲人若袂见笑练鬼就惊啦是啦，对。安尼尽量安尼好好拍拼，好好练习一下。OK， 若要来遮要甲人称霸武林，无遐尼简单。台语毋是干那会晓呢你会晓讲，但你晓听袂？听袂清楚，你永远就讲袂出来。知无？知，好好学习一下。你老师无少介绍一下。介绍一下。老师介绍一下阮有足侪代志拢爱改进的。对。咱欢迎咱的王秀良老师。老师好，老师好。继续跟有笑容，咱来讲台语，大家拢欢喜。好，咱的选手伫倒位？哎呦，今仔日大家安尼做伙，其实足残酷的，爱分两队，足残酷的，足残酷的代志。残酷的吼，爱分两队，安尼呢，我这边一队嘛吼，对，你这边嘛一队，对。安尼我爱介绍我这队无？唔对，你介绍者。真正嘞，这个场面看起来非常的澎湃两个队长有白两公两边拢有讲啊。我这队我介绍一个有像韦德，佮有咱的山猪，佮有月贼。小亮，贼？山猪是恁朋友迄个已经去推掉迄个。
梅，大山猪梅，好还有月姐。一节，一节，叫我这一共音就对啊，一节，还有冬蜜，东冬蜜，哇，这样给我考验就对啊，冬蜜，好，这是我这队的，安尼换换吼，我再哇哇，跟你哇哇讲嘞，我买100分哇哇，换我，哦，看我来讲话。头一个不诋毁，中下出来，单建明。你袂歹哦，阿雄呢？哦，胜，哎呦，这我做困难的。嘿，麻烦姐，你嘴嘛蛮喷下来哦，我嘛混着，你有混着哦？我就哎，老师你讲个甜甜无？你就糖尿病啊？真正不弟弟啊，我犀利的，安尼咱的选手哦介绍到这吼，咱来要介绍咱的比赛的规则。好，咱老师，来请咱今日要秀算什么亮。游戏呢？咱顶届有耍一个足好耍的游戏，哎，叫做上细听金足算。上细听真足算，由两队的队长轮流念数学题目，队员伫咧白板顶悬写答案，对一条得1分，累积分数较悬的迄队就赢咯。第一条开始，一个蹦比芳，二个炒韭菜，三个枪枪滚，四个炒米粉，五个五将军，六个六子孙，七个分一半，八个走来看，九个高金箔，10个弄大螺。请问哎呦，内底会当食的有几项？哦会，当食的？两七哦，这6个人哦，有6项答案。哦，真正厉害！有一句话叫做“这人心嘛，嫁着腹肚皮啦”。所有的人哦，拢可能想过人会。但是内底敢若有一个，敢若好亲像，有人对对嘿哦，感觉家己对伊手。抓手，啊有信心的，山猪梅你，哎对，好，我即摆咧看吼，手摇者，哎对的人吼是足谦虚的，看得出来吗？哎，就是伊，看者，正确的答案。松，炒米粉、炒大肠跟炒韭菜啊！现在大肠，无差大肠啦。那你有听到超大肠对答？老师第一个是蹦米芳哦，一个炒米芳，炒米芳，安尼蹦米芳，嘿，当家，炒韭菜就食，韭菜嘛使食啦，再抢抢抢抢棍。无一定有当下是画加油，抢抢。哦，对，哎，所以你啥物拢会当食，你高金箔买当食，你买当食。我扣掉金箔啊！我后壁迄间有一寡是人，我就扣掉啊。哦，啥物家孙？来啦，子孙买当食，你啥物拢会当食。是食哎，先哦，你头下念是，迄是四个炒米粉，对你讲四个炒米粉，哇四个拖去台的，3项会食的啦。哦，啊，所以咧，恭喜双双，赞啊，真就对啦。哇！好来，好，第二条，我叫爸爸妈妈到公耕公归鱼满感啊！稍等咧，稍等咧，看你要紧，所有的要来回答你的问题的人哦，大家拢牙去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迄哦，你要去什么所在，这个所在讲不清楚。公耕公耕你的头啦，是什么？关公，差很多。关公饭店，关公火车，好，我顶来吼，我叫爸爸妈妈到关公的果子，关公，关公的果子园，关公的果子园满感啊！关公啦，关公的果子园满满啊！我叫爸爸妈妈到关公归鱼满感啊！鲑鱼，龟是有粿，够有鱼啊哟，粿子园啦，果子园哦，满感啊！赞，爸爸妈的数量哦，爸爸妈的数量是妈妈的3倍。哦，我妈的数量是爸爸的3倍。哦，啊，妈妈满10粒。请问我满几粒感啊？5、4、3、2、
1，时间到，大家拢90，山地梅里12，请问三弟妹，但是你有去现场偷吃对无？你食了对无？你有去现场我哦？饭的你拢食落啊？对啊，唔是，伊做囡仔，伊就咧游览车顶大汉，拢无去学校学算学，还算小种袂晓的啦。你拢用心来咧算吗？有啊，我拢算会出来。啊，你是用看镜头啊算呀？我算袂出来啊，凊彩又有的啊。啊，差不多这啦。哎，伊是甲像共队啊，伊是我这队的，伊是我这队的，看得出来。差不多了。差不多吼。差不多哦。好啦，我公布答案，哎，正确的答案是就是90，90了。老师，这真正是巧合啦，他都一个人对，即摆甲他一个人唔对。嘿对。哪有这恐怖？哇，恐怖！下恐怖。好，第三条，动物园内底有8个。对狗来了，对什么？被狗是那边嘉玲，被狗。家庭是家庭，OK，家庭家庭，啊，过来，家庭，啊，还有老鹰啊，老鹰啊，马秀，麻雀，马秀，麻雀，家庭麻雀，OK，马秀，麻雀，动物园内底有家庭麻雀，啊，还有喜鹊，客叫，客叫，哇，这种哪年嘞？啊，还有客叫，对啊，还有客叫啊，是你也会记哩吧？哎，有人知影什么是客叫啦？哦对啊，哦，啊，就是喜鹊啊。喜鹊，客叫，哪色的乾隆皇帝上介意的迄款青花瓷的色对，的？我刚刚讲一啊，家，不是我无讲。长尾山林啊，哎，老师，喜鹊是黑甲白的哦，啊，不是哪色的？不是哪些个，不是哪些个。刚刚还是啊，哇，一个老师，靠几姑娘？动物园内底有家庭，嘉玲啊，家庭啊，嘿，啊有马秀，麻雀，嘿，啊有客叫对，啊有麻雀，叫哎，北部叫做赤椒啊，啊南部叫啥？醋角椒啊，臭角椒啊因。为你听着出刚啊，哎，拢会使，啊，是食切啊。啊我讲有诶，啊我一个是，足长的鸟啊，鸵鸟啊，得叫，鹿岛，得叫，啊有德鸟，啊触角鸟，嘿，请问一下，倒一种鸟啊，足敖模仿的。四、三、2、7，山地梅里，中是啥？红中，鸵鸟啊，我收到，我看到伊。伊毋是足厉害，我会使换队友无？我想要换队友呢。你一个无厉害。好，正确的答案是家庭啊！下一条。好，对过啦。阮妈妈今仔日买了杀猪太阳花，哎，沙掌，沙掌太阳花，哦，日头花，日头花，头花，好，5掌腊八花，高垂花，古吹花，古翠花，4掌松叶啊，生水，生水，生水，棉花球，哦，生水，好，1掌檜榔气，好，5掌牛棒，五棒，五宝，五宝，好，请问会当食的有几掌？哦，3、2、1，哇，这把有人答案赶快哦。有人1个、5个、9个拢有，答案就是5掌。哦，这个5宝，牛仔手生水的价值来泡茶啊！啊，那是个，哦，刷地不会搞出来。
我这更小没有？是，你两个卖冤家，我带你去看工一个医生，看够救无？所以无人中哦。五十个有。我两个中吼。第五条，嘿，五只青蛙，青蛙千拖拿铁，这无青蛙，水鸡还是参加吧？参加啊，水鸡拢会使。按头最低。细卡嘛是会使。五只细卡，要搭船吼，过河。坐船，哦，坐船，五只细卡，要坐船哦，过河。先过去的两只细卡，啊，转来一只龟，台北腔是龟，龟，两香鸡，对，啊，搁过去一只细卡，啊，搁转来两只羊，转来，转来。请问即马遮有几支卡？哎，这个难的呢。三两七。14、16、14、18、14、18，正确的答案。来，总共有14支。14支，两支卡，嘿，啊，加8支卡嘛，总共10支卡，啊，羊是4支卡，想4支。 10啊，共有4，所以是14。好来，对。存两分。哦，5月天有一条歌，哦，你演行到7月半咧。 5月天吼，我甲你上好就到这。你对我一定无感觉，到这冻掉的，你也免爱我。我甲你上好就到这，你对我一定无感觉。对啊，莫阁伤心没，莫阁我才爱你，你无爱我。请问这内底总共唱着几个你？ 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哇，来，嘛是拢七有诶。数8、5、5、6哦。来，小等下哦吼。来，正确的答案是几字？正确答案是7。我的 party 吼，准备哦6盘点心，啊，每一盘呢，拢有24个加2个。 24地。哦，24块加2个。若是每一个人客吼，食了3块加2个的话，请问上济会当招待几位人客？哦，这摆讲得真清楚。这数学爱好咧。哦。哎，来，哇，真的有人算出来哦。来，动力。现在写一个。来，正确的答案，麻烦出示一下。有2个人 bingo， 40分的位。好哦，来，即摆金蕉队有10分，哎呦迄个一中队有9分，你认得起来啊？水。到拄3个顶行5、个成2，请问答案是偌济3、2、哎呦，新名保庇了。来，正确的答案，新民处理了，3赞。各位同学，即摆12比13差1分尔哦。夜市内底一尾烘牛鱼，夜市啊内底，夜市内底一尾烘牛鱼，80块，买10只送1只。哦，啊，我即摆手头有14只烘牛鱼，请问我总共开了偌济钱3、2、1，来。哦，真正有用心哦。啊，江姐玲，江姐玲哟，好，我你给我加一名，好，可你给。哦，啊，我加一名，我加一名好。给落啊。这样子可以吗？你这不是写兴趣的吗？不要紧啊，输就输了。可以啦。是讲不离啊认命吼。哎，不了你好来，正确的答案，好，总共是1040块。哎，厉害，是不是你啊？厉害。哦，各位亲爱的朋友，
咱这边呢，这个一相队呢13分，金蕉队14分。好菜啦！金蕉队哦，来。你嘛金蕉队哦？我嘛金蕉队。你唔是金蕉队，你是金蕉。哦，我是金蕉。安尼，我两面出来，我会搬互你。哦，应该上大包的吼。我嘛是金蕉队啊，我用英文书诶。安尼，我哋嘅台语应该安怎讲？就是干洗啊，干洗。英语就是 you rate。对，台语就是优劣的，嘿。所以说，你的这任务做了袂歹，这个干洗做得真好，但是干洗一般笑拢，小听一下。安尼我来教歌台语，就是拄则恁唔对迄条吼，就是一般咱咧讲的时，咱即马华语拢是教剪刀石头布，还是英语拢 paper scissors stone。毋过咱台语正讲的是砖啊加刀石头纸，柑仔一斤2块半。所以咱有加一个砖啊，砖啊甲加刀是同款的。阮大的所在无同款。哦。阮较早说讲加巴。对，有搁有，就是正讲真的知无？迄个讲加巴。巴落巴。讲了，甲你加了。伊无讲哦，日本人讲哦，阳间八字有哦，对不对？阳间。台语就是讲加巴出来。好，安尼今日呢，这个单元，大家做一个段落，拍跑啦！